翻到嚟理財博客嘅時間啦，我哋再睇下港股嘅最新情況。恒生指數而家跌117點，報20,894點。分類指數方面，金融跌157點，公用升158點，地產跌257點，工商跌73點。港股成交有277億幾，國企指數跌104點，中資企業指數跌59點。十隻最活躍港股，安碩 A50 跌2毫2，報9個6毫3；中移動跌9毫，報85蚊；中國銀行跌5仙；建行跌5仙；中石化升1毫6，報7個4毫1；和記黃埔升1蚊5仙，報77個2；工商銀行跌5仙；騰訊跌3個4；匯控升1毫半，報74個半；中海油跌1毫6。逢港股交易日嘅星期一同星期四下晝2點，我哋都會同實德嘅嘉賓分析外圍匯市同埋金市嘅情況。好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同灣仔直播室嘅實德財富管理外匯部總裁李慧芬 Stella 傾偈先。Stella 你好啊。 Hello 你好。係啊，咁歐洲央行同埋英倫銀行呢議息之後就宣布呢利率不變啦。咁美國呢亦都公布咗呢就業數據啊，咁都係唔錯噶。咁大選之前呢，而家市場嘅氣氛呢係點樣呢？咁嗱，其實上禮拜五美國公布嗰個數據嘅時候咧，其實都幾意外嘅，因為大家之前嗰個市場預計就係維持8.1% 啦。咁但係最後失業率實咧就係7.8咧，咁大家都覺得咦，即係個數據真係公布得唔錯嘅，咁啊令到咧就市場個氣氛就稍為好少少，咁亦都令到個美金嘅時候咧，雖然就係避險情緒嘅時候咧，曾經美金都回軟咗一陣嘅，咁但係因為始終近住呢個嘅大選啦，咁所以令到嗰個美金時候咧又回穩翻，相信短期之內咧都會做一個上落市嘅啫。係啊，咁見到咧美國就業數據唔錯啦，亦都降低咗咧黃金對沖呢個通脹嘅需求噶，咁令到咧黃金咧喺高位回落翻少少啊，咁見到現貨金咧曾經咧升到去咧1795蚊美元嘅呢個11個月嘅高位啦，咁而家就去翻大概係1771左右呢個水平啊，咁就上翻1800蚊啦。咁其實短線嚟講咧，黃金嘅走勢係點樣咧？咁上個禮拜喺公布數據之前嘅時候咧，咁啊接近1800蚊啦，咁其實成個勢頭咧都好似要升穿咁樣嘅，咁但係公布完數據之後嘅時候咧，咁大家就喺度諗啦，就話究竟而美國數據而家好轉翻嘅話咧，其實嗰個 Q3 究竟會唔會出㗎，或者係出嗰個時間時候咧，會唔會其實係好短暫，令到個金價就即刻回軟翻嘅？咁啊暫時咧就會係1790蚊咧，就成為一個阻力位㗎啦，就會反覆向下做翻個調整先嘅，咁而支持位就係1755蚊。咁相信短期之內實咧都會係偏遠少少嘅，即係睇住1755到呢個1790左右呢個波幅區間度上落係咪？係啦，冇錯。係啊，咁而家今個星期四咧，世界咧各個嘅財長官員啦，同埋呢個央行行長咧都會去呢個東京嘅出席咧呢個 IMF 啦，同埋世界銀行嘅年會㗎。咁其實預計咧今次嘅會議咧有咩得着咧？又咁嗱，其實今次個會議上面嘅時候咧，就未必好似如以往咁樣時候咧，就淨係談論呢個經濟問題啊。咁因為始終中日嗰個問題時候咧，都係一個膠着狀態啦。咁啊，需要啲和事佬出嚟咧，就去傾一傾嘅。咁所以相信今次時候咧，都會係一個嘅，即係比較有政治上或者係地緣政治上嘅問題時候咧，都會係談到。咁所以令到個油價暫時嘅時候咧，你見到好似真係回軟咗一陣之後時候咧，其實都好似企定咗啦。咁有啲嘅上升嘅動力喺度。咁所以嚟緊嘅話咧，相信咧就整體嗰個嘅市況時候咧，都會係一啲比較緊張嘅局勢，而油價會因此咧就會係一個嘅有個上升動力喺度嘅。係啊，咁之前有成日講歐元啊，咁我哋今日咧就睇埋其他值得留意嘅貨幣啦，咁就好似加元咁樣啦。咁短線睇唔睇好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下呢？又咁嗱，譬如頭先講到個油價機會上升嘅話咧，相信亦都會帶動到個加元呢個上升嘅動力喺度嘅。暫時喺0.9850就一個比較大啲嘅支持位啦，相信短期之內都會反覆咧係上升到0.96水平嘅。咁大家即係如果係加元嘅話咧，其實應該都係以偏揸為主嘅。即係可能睇住咧呢個加元嘅支持位啦，係0.985啦，去到呢個阻力位咧0.96左右啦。咁好啦，咁今日咧亦都係有遊戲俾大家玩㗎，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個問題咧？好啊。咁頭先喺節目入邊提到啦，金價嗰個嘅阻力位喺邊度咧？好啊。咁我重複一次問題啦。咁今日嘅遊戲問題咧係節目裡面咧提及嘅黃金阻力價位喺邊度咧？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打電話嚟以下呢個熱線啦。好啦，咁今日咧唔該晒實德嘅 Stella 同我哋上嚟做一個咁詳盡嘅分析㗎，唔該晒。係。好啦，我哋再睇下咧亞太指數最新嘅情況先。台灣加權指數跌74點，日經今日休市。
深圳 A 股跌6點。上海 A 股跌16點，報2167點。我哋先睇下美元匯價，歐元1.2980，日元78.6，英鎊1.6088，澳元1.0159，瑞士法郎0.9334。轉睇港元匯價啦，美元7.7529，英鎊12.4713，日元每百係9.8688，澳元7.8769，新西蘭元6.3318。歐元10.0609，加元7.9224，新加坡元6.2965，瑞士法郎8.3088，人民幣每百港元係81.09。倫敦金每安士報1767美元，左右金每兩跌199蚊。好啦，咁跟住落嚟啦，我哋繼續同灣仔直播室嘅大唐金融集團副總裁盧志明阿 Ken 繼續傾下偈先。Ken 哥你好啊。係啊，欣好。係啊，咁內地咧放咗咁多日長假，咁相信可能咧好多人咧都會去下旅行啊。咁中國咧國家旅遊局咧就預料咧喺呢個超級黃金週嘅期間呢，旅客嘅接待人次咧按年係升大概1成5㗎。咁再加埋咧潛在受惠呢個人民幣升值啦，同埋呢個油價回落嘅因素咧，航空股咧你覺得咧可唔可以提高一線呢？嗱，航空股其實我諗喺咁多個行業板塊裏邊咧，其實受影響嘅因素咧比較多啲。頭先你講咗幾樣嘢咧，人民幣嗰個匯率嘅問題啦，再加埋個油價問題啦，再加埋個旅客，嗱呢三大嘅因素咧就直接影響咗航空股。咁我哋見到航空股其實過去呢一段啦，你話係咪特別叻仔咧？其實就唔係嘅。咁我哋攞翻幾隻比較大啲嘅753、1035同埋670啦，其實個股價嗰個頂位咧，其實一浪低於一浪。咁只不過就呢一陣咧叫跌得幾慘咧，就借翻呢個黃金週嘅數據，或者係借翻啱啱黃金週嘅旅客人數咧，就有多少少嘅刺激作用。再加埋油價，拉住喺一啲叫暫時相對地係一啲低啲嘅位置啦。但係油價留意翻一點啦，其實喺 QE3 之前咧，其實拱過上去一浸我100零幾蚊嗰啲位置，美元一桶。而家就只不過翻返去一個基本步啊，85蚊啊至到95蚊呢啲咁嘅水平，浮浮沉沉，係咪特別有多少少下跌咧？暫時就唔係太見到。咁啊，我諗最主要嘅兩三個大支柱啦，好似人民幣嗰個升值嗰個問題啦。嗱，我諗人民幣喺呢個位置暫時要升值嘅空間咧，就未必會太多嘅啫。我諗都係鎖死咗個範圍上下空間咧，都係講緊5%至8%嘅左右呢啲咁嘅水平。咁所以咧，就對航空股嚟講咧，有冇一啲特別利好嘅因素咧？咁我諗就唔算太多嘅啫，就只不過可能係有機會借住呢一段啦，拱上去啦。有一個數據大家可以留意嘅，大部分嘅時間有好多年咧，10月至11月呢啲咁嘅時間咧，航空股相對地嘅表現咧會比較好少少。可能呢一點咧都可以成為大家可以參考一個情況嚟嘅。即係年尾可能有機會好翻少少啦。係啊，咁根據咧呢個美林嘅預測啦，咁國航咧今年嘅毛利率咧可能高達咧係6.8%嘅，咁就遠好過咧內地嘅同業啦，東航同埋南航㗎。咁呢個營運指標咧都可以叫話領先同業啦，佢嘅預測。咁國航其實又可唔可以提高一線呢？嗱，其實我諗如果個板塊有上升或者有反彈空間咧，我哋觀察咗好耐，其實就幾隻嘅航空股，尤其國內嗰3隻咧，其實個走勢咧都係差唔多，只不過先後嘅問題情況。咁你話國航係咪自己好叻仔咧？我又覺得未必係，因為始終國際航線就一定要睇翻歐美市場啊，或者全球嗰個經濟情況。反而就話如果係國內自己本身個經濟情況開始去翻第4季有啲 pick up 或者有啲上翻嚟嘅情況嘅話咧，反而走國內航線咧嘅相對地嘅航空股咧可能會比較好啲。咁同埋有一點大家都仲可以再做一個參考，就係話而家啲國內航空公司咧經常性都講緊有冇一啲母公司啦注翻資金入去啊，呢啲咁嘅概念啦，都會令到佢短線會用一浸上去。咁但係如果你中長線嚟講咧，我諗航空股咧暫時咧都唔係太成氣候。呢一段咧純粹一啲大少少嘅多少少嘅技術性反彈嘅啫。好啊。咁另外啦，我哋又睇埋呢個油股啦。咁上個禮拜咧，油價上個禮拜5咧回落翻之後，亦都令到咧呢個油股係下跌㗎。咁見到啦，中海油咧都下跌大概1%左右㗎。咁中石油啦，亦都係跌近1%。
之二㗎。咁見到咧油股嘅情況又係點樣咧？嗱，其實頭先已經提過呢個油股喺 QE3 嗰個情況。咁喺佢 QE3 前一個星期咧，其實講緊都係80零90蚊一桶咧，就一拱上去 QE3 嗰陣時100零幾。咁QE3 叫做推咗出之後咧，個油價反而就挨翻落嚟，因為個基本因素面咧就係講緊全球嘅經濟增長放緩啦，再加埋就係話美國會唔會動用呢個戰略石油儲備啦，再加埋沙特咧亦都有機會增產啦，呢啲就令到油價挨翻落嚟。咁我諗而家暫時油價你話大跌嘅空間未必會太多，我諗就係圍住咗頭先所講啦，80零蚊啦，至到95蚊美元一桶附近徘徊，所以令到油股自己本身啦，油價自己本身徘徊，油股亦都係有個徘徊嘅跡象啦。佢哋喺呢個 QE3 嗰陣時拱咗上去一陣，咁但係而家咧回翻個基本邊嘅話咧，我諗就係喺翻個波幅區域裏邊上上落落嘅啫。即係可能都係橫行少少啦，係啊。咁好啊，咁今日咧唔該晒咧大唐金融集團嘅阿 Ken 㗎，以上股份有冇持有咧？冇持有㗎。唔該晒阿 Ken 㗎。咁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啦，下一節翻嚟咧，我哋會講下咧 QE3咧對呢個亞洲股市咧有咩影響咧？記得留意，唔好行開啦。